南台湾唯一的国家级图书馆南部分馆，同时嘛是国家联合典藏中心。原本总统蔡英文要亲自参加，却临时取消。会中加由行政院秘书长李梦燕、教育部长潘文忠以及担市长吴伟霆等贵宾共同动土，宣布工程启动。第一场开地平安共土设立。台南这几年，包括台南图书馆，包括像之前的高雄图书馆，都非常的广受好评。台南的在永康的市立总图，我想在网络上，很多网友都去开箱，都去拍照。我想这个是一个等于也变成是一个观光的圣地所以这边要拜托我们潘部长，还有曾馆长以及我们的团队那么中央做的绝对不能输给地方，这对于1.2B 市立总图，更加的成功，更加的优质，更加的吸引人，将来整个台湾的不只是我们这边的典藏，不只是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图书的这个相关的藏书，我想包括我们的环境，我们所营造的氛围，都能够吸引更多的观光客，更多的年轻朋友愿意来这边朝圣我在争取的时候，说真的。整个的都是从无到有，那已经有雏形，而且在整个前瞻预算跟我们小英总统、林全院长全力支持之下，那我相信我们就要把每一分钱跟每一个计划做到最到位，对地方发挥最好的成果。所以我们当时候就决定，就在我们的新营，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动土的成果所以虽然当它顾了可是总是今天动土了。未来2025，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就在我们新营，我们邀请所有全国各地的好朋友来为我们庆祝台南的盛事。今日动土真正是地方的大喜事，尤其是大兴安地区的盛事。市长表示，下了5档的大石头将伊放下，总经费超过50亿，对着台南区域平衡发展打出成功的第一步。台南市立总图的3倍，因为台南市立总图大概花了18亿，那花了3倍的经费落实在西北，也落实了蔡总统跟赖副总统、苏院长对于台南均衡发展的许诺，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但是这只是成功的第一步，我们陆续还有许多的工程要进行。我们希望工程如期如职的进行。谢谢中央的支持，也谢谢议会的协助，让我们垫付款这个部分能够能够成真那台南市出了土地，中央出了经费，让这个国家国图南馆能够落实。这个地方将来一定会不仅成为新营的亮点，也成为台南的新亮点。该工程动土以后，预计114年的完工，不只是新营的新亮点，嘛是台南甲整个南台湾文化软实力的展现。台南新闻，阮子林根采访报道。